一場風光無限嘅世紀婚禮，成咗一個百年家族嘅遮羞布。2024年年底，香港最炙手可熱嘅富豪家族鄭家擺出最大排場，請來咗半個香港政商圈，只為迎娶一位來歷成謎嘅大陸新娘。賓客雲集，頭銜耀眼，紙醉金迷嘅背後，卻藏住一絲講唔出嘅不安。就喺呢場婚禮前後，新世界3度換帥，周大福股價跳水，家族子女接連出局。更令人錯愕嘅係，嗰位曾經被嘲笑為全港最醜小三嘅女人，如今竟然坐入咗董事局，位置比唔少正室出身嘅仲要穩。呢一切巧合嗎？觀眾淨係睇熱鬧，懂行嘅人早就睇出咗端倪。呢場婚禮唔係喜事，係危機嘅煙幕彈。鄭家出事啦，而且唔係小事。但咁樣一手遮天嘅老錢家族，點解會突然間頻頻斷層？係接班人真係頂唔順，定係遊戲規則已經被人悄悄改寫？當昔日邊個人反客為主，鄭家嘅權力仲掌握喺邊個手裏邊？更加重要嘅係，鄭裕彤親手打造嘅千億帝國，究竟係從邊一步開始悄無聲息咁開始崩塌啦？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姐姐有嘢講，我係小 P， 今日帶你睇睇鄭家係點樣一步步行到失控邊緣嘅。第一章，婚禮背後嘅風暴。2024年12月10號，香港最豪華嘅婚禮喺呢日悄然變味。一場原本應該童話般浪漫嘅儀式，成咗眾人圍觀、媒體死釘、名流碰頭嘅豪門盛宴。周大福三公子鄭志亮迎娶咗一個神秘嘅大陸女子 Tina Huang。婚禮現場名流雲集，跳水皇后伏明霞同丈夫梁錦松、賭王四太家族代表、劉鑾雄一家全數到場，甚至昔日情敵、前夫、現任齊聚一堂，簡直似喺度睇一場港版嘅豪門情仇全員大戲。熱鬧歸熱鬧，卻透住一絲異樣。狗仔隊緊盯新娘 Tina， 卻發現關於佢嘅信息幾乎一片空白，連平日消息靈通嘅娛記，亦都只係咁小聲講一句，聽講係大陸海歸書香門第，但具體係邊一家，冇人知道。唔尋常嘅唔係婚禮奢華，而係低調中嘅刻意控制。一場全港關注嘅世紀婚禮，女主角佢好似憑空出現嘅幽靈，呢個顯然唔合常理。喺香港，豪門婚禮從來都唔止係喜事，更係勢力場嘅風向標。而呢場婚禮背後，唔單止牽扯到一個家族嘅聯姻策略，更加似乎藏住鄭家喺危局中嘅一次自救行動。究竟呢一位神秘嘅新娘係邊個？佢憑乜嘢嫁入千億家族？而鄭家呢一刻點解急於聯姻？謎團啱啱拉開序幕，真正嘅故事喺婚禮謝幕之後先至啱啱開始。第二章，神秘新娘嘅背後資源。就喺港媒、狗仔、八卦群眾紛紛猜測新娘 Tina 究竟係邊個嘅時候，一封內部訃告於2024年12月12號悄然傳出。中國建設銀行前副行長王毅因病過身，享年65歲。爆炸性嘅消息隨之而嚟。Tina Huang 原名王中流暢，即係王毅嘅獨女。一石激起千層浪，呢個名對金融圈嚟講絕對唔陌生。王毅曾經中國建設銀行高層，在任期間掌握核心資源，退役之後仍喺政商界頗具份量。而 Tina 既係紅色背景嘅銀行高管之女，又係海歸精英，學歷、家世、履歷無一唔上得台面。而更加有意思嘅係，佢早喺半年幾之前，悄然進入鄭家旗下某公司，出任董事及授權代表。婚禮之前，身份綁定早已完成。佢唔係灰姑娘，而係籌碼；唔係愛情嘅終點，而係資源配置嘅起點。此刻再回望婚禮現場嘅種種詭譎安排，所有線索忽然間拼成一個答案。喺家族風雨飄搖、接班人選難定之際，鄭家急需一股外部嘅穩定力量，而 Tina 啱好喺身份、人脈、能力3方面提供咗精準匹配。呢場睇起身浪漫嘅聯姻，其實係一場帶住股權氣味嘅家族重組。鄭家從來都唔缺錢，缺嘅係可依靠嘅中間力量，而 Tina 嘅到嚟正係呢筆政治資本嘅注入。但問題嚟啦，如果鄭家已經到咗必須通過聯姻嚟續命嘅階段，佢哋究竟出咗幾大嘅問題？第三章，鄭家嘅失速時代。婚禮嘅喜慶仲未嚟得切退去，
資本市場上面嘅鄭家卻似乎走入咗寒冬。2024年9月26號，香港金融圈突遭地震，新世界發展召開財報發佈會，本來係一次例行披露，卻意外等嚟咗一場內部政變。台上，鄭裕彤最睇重嘅長孫鄭志剛面無表情咁宣布辭去 CEO 職務，消息一出，全場譁然，港股震盪。隨即，新世界發展、新世界百貨中國兩間公司同時停牌，鄭氏王國進入一級戒備狀態。2個月之內3度換帥，臨時接任嘅職業經理人馬紹祥嚟唔切坐熱個位，就又被倉促撤換，改由黃少薇上任。公司高層如走馬燈，消息發布如政治公問，成個企業似乎陷入咗無人掌舵嘅混亂航行之中。與此同時，鄭家另一個核心資產周大福亦都未能夠幸免。按道理嚟講，黃金價格瘋漲之年，珠寶商應該穩賺不賠，然而周大福卻賣唔喐啦。一方面產品設計老舊，轉型緩慢；另一方面高價飾品逐漸失去年輕消費者嘅青睞，再加上唔做投資型嘅黃金，就靠飾品日價嚟牟利，呢種模式早就已經過時啦。結果股價喺1年之內暴跌超過35%，市值蒸發數百億港元。公開數據顯示，2024年財年新世界係整體虧損近200億港元。呢個唔單止係集團20年嚟首次年虧，亦都係鄭家帝國從高峰滑落嘅轉折點。資本市場嘅冷淡唔止嚟自財務報表，而係來自信心崩塌。外界開始質疑呢個百年豪門仲穩唔穩得住？內部混亂，外部失速，鄭家嘅商業王國出現咗全線裂縫。而最關鍵嘅問題係邊個嚟接班，邊個嚟收拾殘局？呢一切唔係單純嘅業績波動，而係家族傳承機制開始崩壞嘅信號。第4章，從沙膽傳奇到接班迷局。喺今日嘅鄭家失序中，我哋唔能夠唔回頭睇下嗰個奠基者鄭裕彤。呢位被稱作沙膽童嘅男人，憑住一股敢賭敢拼嘅狠勁，從澳門金鋪學徒做起，硬係闖出咗一座1000億商業帝國。佢18歲做掌櫃，21歲攻入香港市場，力排眾議，推出99.99%嘅足金標準，一戰成名。佢個對手話佢癲嘅，佢個顧客卻將買黃金揾周大福當成咗信仰。喺人哋恐懼嘅時候，佢逆勢出手。1967年香港地產崩盤，佢同李嘉誠一齊低價掃地皮。1984年佢頂住壓力投低咗18億建造香港會議展覽中心，仲偏偏揀喺英國女王到訪嗰日破土動工，直接將會展中心送上國際舞台。人哋圖短利，佢賭長線。人哋追穩定，佢反其道而行。佢嘅成功邏輯簡單粗暴，膽識加判斷力加用人機制，亦都正因為係咁樣，佢對接班人嘅選擇極為之謹慎。鄭裕彤深知商業帝國最驚嘅唔係市場變化，而係權力傳承。佢從來都唔搞長子繼承嘅封建邏輯。長子鄭家純雖然早早入局，卻因為經營失敗、風評欠佳，俾佢逐漸邊緣化。反而係自細聰穎、冇緋聞、學歷出眾嘅長孫鄭志剛成咗佢嘅心頭好。2007年，鄭志剛28歲就被欽點進入董事局，直接管理 K11文化商業項目。旁人都睇得出呢位係黃太孫，而喺當時呢個選擇亦都並無不妥。哈佛東亞文學系畢業，懂得潮流與藝術，社交能力一流，睇起身既洋氣又穩重。但問題在於，藝術可以熱愛，商業唔能夠浪漫。自從鄭志剛全面接班以嚟，新世界股價累計跌幅近80%， K11門庭冷落，商戶難招，公司更加陷入咗20年嚟首次巨額虧損。從藝術地產夢到空殼商場現實，佢所創造嘅 K11反成鄭家嘅虧損黑洞，而鄭裕彤嘅苦心佈局亦都隨之逐漸崩塌。掌舵者退場，劇本卻跑偏咗。當初嗰個用實力講話嘅企業家家族，如今卻陷入咗拼關係、比門第、靠聯姻嘅無能循環。鄭家正經歷嘅唔止係管理危機，而係接班機制失靈。第5章，子孫不肖，傳承困局。鄭裕彤用一生寫低咗創富神話，卻冇能夠教識屋企人點樣守住佢。呢個正係好多老錢家族嘅共同命題。
最難嘅唔係打天下，而係保江山。當鄭裕彤退居幕後，鄭家嘅傳承機制正式啟動，但現實係接班梯隊一個比一個靠唔住。長子鄭家純失控嘅總經理，佢係鄭裕彤最早重點培養嘅仔，從普通職員做起，逐步升至高層。然而權力到手之後，問題亦都隨之而嚟。商業上邊，佢中意激進擴張，收購頻頻失手，令到新世界嘅負債率飆升。鄭裕彤本來已經退咗休，不得不出山親自坐鎮20年，壓陣救局。生活上，佢醜聞不斷，公開婚姻下暗藏情婦，其中最惹眼嘅就係黃永瑜。本來係朋友大佬嘅前女友，最終卻為佢生低咗2個仔。呢件事令到鄭裕彤一度絕望到唔願意承認呢個新抱。從經營到操守，家純都令到爸爸失望透頂，最後佢被徹底邊緣化。次子鄭家誠，豪門炫夫樣本，比起哥哥，佢乾脆就唔辦啦。事業唔緊要，party 先至係日常。當年鄭裕彤為佢揀中鄺美雲，意圖借港姐智慧睇住個仔，然而婚前爆出同落選港姐幽會嘅醜聞，婚事破局。之後個緋聞不斷，連藍潔瑛都曾經短暫交往，女友公開喊話等佢睇下心理醫生。最終佢被逐出核心商業圈，徹底邊緣化。鄭裕彤曾經講：錢可以輸，面唔可以丟。家誠卻兩樣都唔正。長孫鄭志剛誤入藝術嘅太子，佢係唯一被爺爺欽點接班嘅人選。28歲入董事會，30歲開始管理關鍵業務，光環加身。佢確實有諗法、有風格、有品味。佢成立 K11，將藝術同商業融合，打造文化商場，仲成立風投基金，投資未來、小鵬、京東、小紅書等項目。但問題在於佢太過個性化。K11定位小眾，租金高昂，品牌難以入駐，多地項目門庭冷落，淪為擺設。家族年年虧損，最終甚至將 K11物業抵押拍賣止血。而佢本人仍然熱衷於喺星光大道辦 LV show， 同時尚圈嘅朋友合影，卻始終未能夠令到公司盈利。喺藝術同盈利之間，佢揀咗前者，但作為接班人，呢個係致命嘅錯誤。長女鄭志文最穩嘅人，卻站錯咗位。家族最能打嘅一位，反而係最無聲。哈佛高材生，精通金融。2011年賺得咗8個億美元，收購瑰麗酒店，外界一片唱衰。結果幾年之內，將佢做成咗全球擴張最快嘅奢華酒店品牌之一。佢冇醜聞，冇負面，冇失職，係極少數真正能夠擔得住牌面嘅鄭家仔女。但佢負責嘅酒店業務喺家族權力版圖裏邊被歸為非核心。佢穩卻唔喺台前，佢強卻始終無法被真正睇見。鄭家3代本來應該組成強大嘅接班舉陣，但事實卻係長子靠唔住，細仔靠唔住，孫仔有心無術，孫女有術無權。家族人丁興旺，卻無人能夠擔起千億大旗。企業動盪不止，繼承權之爭浮出水面。呢個唔單止係個別人失職，而係成個鄭家傳承機制嘅系統性崩潰。第6章，暗流湧動嘅二房勢力。當鄭家嘅正統仔女紛紛甩拖嘅時候，另外一個被低估嘅女人悄然登場。佢唔係家族成員，佢已經深深陷入鄭氏權力核心。黃永瑜呢個曾被標籤為全港最醜小三嘅女子，正以一種邊個都估唔到嘅方式逆勢翻盤。黃永瑜並非普通女子，佢出身香港頂級法律家族，爸爸黃建秋曾經任高等法院法官、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。兄弟姊妹均喺醫生、律師、商人等精英職業裏面打拼。23歲，佢已經取得香港大律師資格，進入頂尖律所，一路高歌猛進。同大多數靠臉面夾豪門嘅版本唔同，佢靠嘅係背景同智商。佢嘅第一段高調戀情係同劉鑾雄長達6年嘅感情糾葛。大佬出手大方，送豪宅，供全家，每月真係燕窩開銷10萬。但黃永瑜並非養住食軟飯嘅角色，佢喺華人置業擔任總經理，實打實咁參與公司決策，並多次處理關鍵案件。兩個人分手，雖然因為呂麗君插足而撕爛塊面，但佢手握情書、官司、文件，最終由鄭裕彤親自出面調停平局，贏得體面收場。
離開大樓，佢轉戰新世界集團擔任法律顧問，處理鄭家多項官司。2004年，佢乾脆自立門戶，喺新世界大廈開設律師事務所，專門處理鄭家業務。佢唔係靠男人上位嘅女人，而係靠專業贏信任嘅角色。黃永瑜真正打出名聲嘅係佢為鄭家打贏咗一場震動中美嘅世紀官司。90年代，鄭家同特朗普合作開發地產項目，後者反面訴訟索賠10億美元。黃永瑜團隊歷時4年反訴成功，特朗普反賠28億美元。呢場官司後，鄭裕彤雖然面子上邊唔承認佢嘅新抱身份，但從此默認佢喺集團內部嘅地位。鄭家純近年嚟深陷接班危機，幾乎無人可信，最終破格將黃永瑜納入董事局，全面參與家族事務。從情婦到股東，從邊國人到裁決者，黃永瑜完成咗商業版嘅後宮逆襲。更令人關注嘅係，佢為鄭家純所生嘅2個仔即將成年，正式進入繼承候選名單。喺長孫鄭志剛陷入藝術泥潭，鄭志文無緣權力核心，家成早已經出局嘅局勢之下，黃永瑜一脈可能成為鄭家命運嘅關鍵變量。比起空降職業經理人或者靠婚姻聯姻二房嘅呢張合理化王牌，反而具備血統、能力、忠誠3重優勢。鄭家嘅繼承戰早已經唔係長子同次子，或者孫仔同女嘅簡單對決，而係正統同邊緣、制度與現實、聲望與實幹嘅複雜博弈。黃永瑜嘅崛起唔單止係佢個人能力嘅勝利，亦都暴露出家族治理嘅真空。當血緣同能力唔能夠統一，當長房仔女個個都不堪大用，嗰個原本不被認可嘅人就可能成為最強嘅保衛者。第7章，從家風到家變。曾幾何時，鄭家2個字喺香港代表嘅係規矩、審慎、低調與實力，但今日呢4個字卻成為咗另一個隱喻：失控、分裂、拖累與失望。從黃金帝國到地產業霸主，從商界奇才到家族亂局，鄭家呢座100年嘅家族企業，表面依然輝煌，內裏卻已經搖搖欲墜。表面風光，財富還在，秩序不在。你睇下佢哋嘅財富數據，家族仍然掌握新世界發展、周大福、K11、瑰麗酒店等眾多產業，總市值超過1800億港元。佢哋依然能夠辦出萬人圍觀嘅婚禮，請嚟女王剪彩嘅項目，同 LV 全球首 show 聯名。但你再睇下佢哋嘅核心結構，企業頻繁換稅，管理動盪，仔女紛爭公開化，兄弟姊妹互踩，愛人入局董事會，聯姻成為博弈，媒體形象崩塌，聲譽口碑惡化。呢個唔係豪門裏邊嘅八卦，而係頂級家族嘅失序。真正令人震驚嘅唔係佢哋出咗幾個敗家仔，而係鄭家已經放棄再打造接班制度，而係臨時拼湊，邊個能夠頂上就邊個嚟試一下。權力嘅交接唔再係機制安排，而成咗一場冇劇本嘅選數 show 場。老鄭家嘅家風講實幹、穩重、低調、長遠。鄭裕彤年輕嘅時候頂住市場壓力，推99.99%租金，逆市投資地產，冒嘅都係真風險。佢信才幹、信耐力、信格局。但新一代呢，喜愛藝術、迷戀社交，卻不懂經營，睇重門第，拼外貌，比分配，勝在朋友圈，輸在財報表，高調出鏡，豪門站台，佢喺基本盤上邊漏洞百出。鄭家嘅精神氣質從企業家氣變成咗資本中介氣，靠關係拼圈層拉資源，實幹精神反而越嚟越稀薄。呢個先至係真正可怕嘅地方。富不過3代，好多人誤以為係錢使晒，資產分裂啦。但真相係家族企業嘅崩塌，通常從傳承機制瓦解開始。當仔女唔願意沉澱，當權力結構無法制衡，當家風無法延續，任何再富有嘅家族都會一啲啲被時間吞噬。鄭家唔係破產啦，而係失控啦。佢哋唔係冇錢，而係冇人能夠掌舵。呢場豪門家變唔係意外，而係早已經埋低嘅因果。第8章，落寞與啟示。鄭裕彤當年講富貴險中求，但佢估唔到真正嘅風險唔喺創業嘅路上，而喺傳承嘅盡頭。3代人百年業，幾千億嘅商業帝國，最終都敵唔過制度失衡、人心渙散嘅內耗。
鄭家衰咗咩？仲未，資產仲喺度，牌面仲硬，媒體照樣追捧，商場仍然有光環。但鄭家失控啦，佢哋失去咗掌舵者，失去咗秩序，更加失去咗精神內核。嗰個敢賭敢拼、懂用人、講規矩嘅老錢精神，表面係接班不當，實質係價值觀錯位。睇起身係權力之爭，本質係文化滑坡。富不過三代唔係一句宿命論，係歷史俾所有家族開嘅醒腦劑。唔係財富傳唔落去，而係智慧、責任同敬畏之心傳唔落去。對我哋嚟講，呢個又意味住乜嘢？鄭家嘅沒落或者離我哋好遠，但其中嘅教訓卻異常真實。靠慣性唔能夠護身，靠運氣唔能夠走遠。一個人、一家公司、一個家庭能唔能夠穩住根基，從來唔係睇賬面，而係睇系統係咪健康，係咪有傳承，係咪能夠容錯。真正長久嘅財富係價值、能力同制度嘅積累。就好似嗰句被反覆印證嘅真理：機會同埋運氣從來都唔常駐，能夠留低嘅只有你配得上嘅嗰部分。所以鄭家嘅故事係一面鏡，唔係等我哋艷羨豪門，亦都唔係等我哋嘲諷敗局，而係提醒每一個仍喺度努力嘅人，唔好淨係顧住往上爬，亦都要學住打基礎。因為企得高唔等於企得穩，繼承得多唔等於撐得住。